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一前协助中国旅客非法来台湾的集团，检调发现讲，北龙张安乐的后生也牵涉在内。一前发生问题的飞行机波音737 MAX， 但是无法度继续飞，也停止生产，也害因的报告价一声达4%。屏东沿海出现真侪盘灾，有渔民一暗就赚了100万。18是头一场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各阵营拢在伫准备。总统蔡英文的竞选办公室也推出头一期的政见影片，讲到中照2.0升级，未来会更较完整。另外，民进党也在各地头伫咧拼立委的选情。针对于韩国瑜讲，家抹黑的人拢是第八届，赖清德也提醒讲，要选总统的人唔通讲话共攻击。长照2.0让原本长照的范围变得更完善、更周全。选题政见发表会进行，总统蔡英文竞选办公室推出第一期政见影片，长照2.0升级，以动会内容宣示未来长照政策，佮讲到未来长照服务总经费照顾家庭服务项目，日调中心甲评价大学机构等5个。我们奠基在既有的基础上面，我们继续努力加油，要让整个台湾的老人长照、身心障碍的长照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影片也显示，蔡政府要为老大人打造专人照顾目标，未来4年照护会更加周全。另外，民进党副选也全力动起来，主席杜英台甲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拢回访台北，替立委候选人徛台，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形容，乌韩人士是第8届讲法。赖清德提醒竞选总统唔通人身攻击。韩市长一定要知道，他现在是竞选总统，他讲的话一定要有根据，而且也不能够人身攻击，否则的话他会每况愈下，得不到国人的支持。讲到最近真侪间民调乐观，民进党有希望各全面执政，也表示对选情有信心。不过也是爱细致步步为营。民进党主席杜英开始回应波特王事件，因为大家爱珍惜台湾民主，这是中国跟台湾上大不同。人跟人之间交往，或者一些基本上的人权跟自由秘密，这个才是最真正的民主的精髓，在中国是永远学不到的，所以台湾势必要更加的珍惜。杜英台表示，伊会伫台北市加强副选立委守住现任优势，也要拼拼盘，选前进入最后阶段，也有全国各地同时进行大造势。不过目前计划也在保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第8届言论，随后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提醒讲，莫甲人攻击。不过韩国瑜在今日出席活动的时阵，搁再讲，嘛一寡人一点仔拢嘛无过分。另外，在12月21日，伫高雄市会有挺韩国瑜、甲罢免韩国瑜的游行，同日做伙来上街头。其中想要甲韩国瑜罢免的游行，可能会有20万人。花口号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高雄界团体17成立挺韩校官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主席吴碧雄甲连前等人拢参加。伫发出民调看败了后，韩国瑜各讲出，和对手快乐伫假民调中。我们就让民进党继续快乐在假民调之下，让他继续快，让他爽，让他爽，非常爽。我们有的是民心，我们真的能够苦民所苦。韩国瑜第8届讲法引起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提醒，唔通人身攻击。韩国瑜说讲，对抹黑人一点仔拢无过分。一大堆的网络带风向，像这种迫害忠良，完全是重伤跟捏造的。当然，这些人我用猪八戒来形容，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韩国瑜对赖清德话会强调，赖清德也捌被网军攻击，应该爱体谅迄种心情。另外，在12月21日，高雄市会有挺韩反韩游行，同时上街路，其中反韩团体有过游行20万人，被解脱可能冲击韩国瑜选情。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无安尼认为。我觉得看这个什么罢韩的这个人数没有意义，真正要看的是说大家心里面有多么想要把蔡英文下架。对外团韩国瑜支持者已经一党2万人，被解同时选后要逼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落台。张善政表示，韩国瑜已经讲过，吴敦义有任期，未去想选后要做啥物，尊重国民党体制。选前进入最后阶段，那赢继续展现团结气氛，要求大选情。记者综合报道。
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也伫咧拼郭家军的立委选情。郭台铭强调讲，台湾的国会绝对袂当孤一党，爱支持小党的生存。郭台铭也讲，又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讲过电话，希望王金平选国民党的党主席。不过王金平却讲，我袂去选。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积极布局立委选举，郭家军分别加入去民众党甲亲民党，三方的活动互外界真关心。郭台铭17出席阳光基金会心心障碍工作活动，强调讲国民党已经退甲无路好退，要拼一道。若是家己讲有要登去国民党，就等大选过去了，这个讲。就是自己都不自立自强怎么办？现在国民党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会回去国民党吗？现在这个问题1月11号以后再问好不好？ 郭台铭表示，家己确实有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通电话，嘛邀请伊选后参选国民党党主席。毋过王金平笑讲无啥兴趣，嘛强调讲国民党选后一定爱大改革。伊嘛搁一改来推杀郭家军立委候选人的选情，强调讲国会绝对袂当干那一党独大。台湾不能变成绿油油的一片，尤其在国会不能够变成一党独大。台湾有多元文化的社会，要有多元的力量。那如果一党独大， 所有的政策就只有一言堂。而且郭台铭毋是干那甲亲民党，还有民众党结盟。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高嘉瑜17甲郭家军，而且嘛是亲民党不分区方提名人的老友党甲蔡心如做伙直播一早顿。高嘉瑜阁讲认同国党的脱约政策。对这个代志，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伊雄表示欢迎良性的竞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关系，就是大家很 friendly 的去面对这场选战，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才是该有的一个民主活动。伊雄嘛表示，最近甲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拢真拼死咧准备政见会，还有辩论，要甲参选的理念互选民知影。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大选伫要到啊，有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一份报告，写到中国当咧威胁台湾甲香港的新闻自由，亲像买媒体，无就是利用市场做施压的工具。不过，台大新闻所的教授王泰利，伊的研究表示讲，有52%的民众无相信中国会影响台湾的选举，有60%的民众无伫咧查新闻是真也是假。 大选伫要到啊，政治新闻版面甲社群网络变作各大阵营拼选举的战场。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伫咧16公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透过真济手段破坏台湾甲香港的新闻自由。就算讲台湾甲香港有真悬的新闻自由，毋过中国政府透过媒体或者是商业市场利益的压迫，甚至是操控民意等等，还有香港反送中抗争当中，有记者伫咧采访的时阵去互阻挡，佮去互香港警察用催泪ga士、手连枪支来攻击。 看哪一台啊？作假的也有，那也没有，对对，那好小的马屋啊！新闻非常的容易被操控，国际地位、社会立场本来就造成了它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只能尽量吧，看能不能尽量不被干预而已。毋过，针对这份国际记者组织的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认为讲拢是不实的言论。对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不实之词，根本不值一驳。 台大新闻所的教授王泰利是观察到，最近加消息干涉政治，引起真济国际记者来台湾观察。毋过大部分台湾民众所拢无感觉。王泰利调查2020总统甲立委选举假信息研究发现，超过一半52%的民众无相信讲中国干涉台湾大选，其中上主要是政治中立的选民较济。另外有要甲60%的民众无使用事实查核的工具，其中有要40%的民众是靠感觉，无相信讲有假信息，也佫有要2%的民众无能力会当判断假信息。 发现很多不具名的就是报道或者是评论，那它会被放在一些非常知名的入口网站上，可是你找不到这一篇报道是哪一个记者写的。我们看到很多带风向这样子的一种假评论的方式。学者嘛提醒，大选伫要到啊，看网络的新闻，要加注意记者或者是作者敢是有徛名，加甲无共立场的媒体报道来比较看卖，而且嘛要加利用事实查核工具。记者综合报道。 检调目前正在办新北市水资源经济发展协会负责人洪庆林的案件。这个团体协助5000名的中国旅客用非法的方式来到台湾，结果想袂到北龙张安乐的后生张伟所经营的华夏大地旅行社也有受到牵连。检调去查，才发现讲张伟根本无伫台湾。检调也传伊的报警甲员工来说明，北龙张安乐说讲这是政治操作。
检警带动做所属北农的后生张伟大所在，并且带走花下大地旅行社3名员工，加后王淑英也就请带回约谈，因为经营旅行社工地检调侦办新北市水资源经济发展协会负责人洪庆林的案，涉嫌协助5000名旅客非法来台。中安路告长解释，张伟目前人伫中国新不短随的牵连，会平时选举操作。我们哪有权利批准呢？是你国安局是移民署批准的。你今天所有问题你自己要检讨，自己要办自省，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大陆客人每个人客人的背景？张伟透过面册分享直播，指控检警前往旅行社搜索，补办家己被扣上暗度大陆官员来台无法。洪庆林涉嫌成立12间人头协会，被控勾结国内20多间的旅行社。张伟的旅行社也涉入其中，人头协会提供伪造的交流文件，帮助旅行社向移民署申请第级专业交流团体立出境许可证，以此协助超过1000名中国公务员假交流经观光来台旅游，赚每一名人头2000块。检警比对发现，花下大地旅行社今年6月予10名中国人士来台交流，移民署核准后，花下大地就回2万到洪庆林的口子。除了1000万人头费，你有没有赚取中国的好处？正前洪庆林做着约谈，得到交保，检警阁发动第2波的搜索，锁定花下大地在内6间旅行社引进2000名旅客，其中阁较有统战部的官员，尤其花下大地安排行程大部分甲德联邦、中华统一促进党相关，怀疑这的中国公务员来台后就无单纯从进一步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明年旧历的过年有较早，搁再碰到正月11的总统大选，伫中国的台商团体也发声明呼吁讲，明年正月11以前，伫中国大型机场，亲像上海，拢无机票通好飞返来台湾。希望民航局会当延长旧历过年该航班的时段。不过，陆委会说讲无听到机票买无的情形。另外，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过年加开航班拢安排伫咧过年前后的2个礼拜，目前拢是真正常。明年1月11总统大选，佮加上旧历过年提早，真侪伫咧中国的台商台生准备要提早买机票返来台湾投票。啊，毋过伫咧中国的台商团体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伫咧17发声明表示，伫咧上海等等的机场，明年1月初8到初10时间已经出现返来台湾的机票拢买无的状况。紧急呼吁民航局会当延明年6间春节加班机的时间，互因会当顺利返来故乡。早起伫咧松山机场也是有真侪伫中国上海返来台湾的航班，登记往回2岸的商务旅客表示，最近2岸往回是真正常，啊，毋过嘛因为明年选举会提早来订票。机票比较难买吗？还好，这个时间点还好，再晚一点会可能比较难买，因为刚好今年是卡在农历年，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个相对的感受，它会比较难买一点。有学者分析，明年返来台湾的机票变少，可能是受到今年下半年中国旅客限缩影响。历史这几个月以来，中国往回台湾的航班一个月减超过200个航班。顾客自由行等等团客这些减少，每个月目前是减少200多班哦，这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会不会跟总统大选以及这个今年的春节是在1月有关？布里格陆委会表示，中国旅客减少，抗位增加。陆委会盘点2岸往回机位，并无听讲买无票的状况。民航局嘛透过原本的机制来甲中国协商春节加班机的专案。最近陆客已经大幅减少。留下的空位非常的多哈，正在盘点当中，也在跟中国大陆在协商当中。陆委会强调讲，当年若是要外春节过年返来故乡的时阵，政府拢会照原本的机制来甲中国沟通，争取春节加班机来疏运，保证大家拢会当顺利返来故乡过年。记者综合报道。远东航空的航班也互劳动部开始进行预防性的劳检，以及着董事长张光仪手头的12间公司拢有劳检。虽然讲无发现到问题，不过远东航空若是无法度继续飞，资遣费纳不出来，劳动部就会先把这条钱先代替远东航空出，初步估计可能要1两亿。远航加油！几位远航员工出面声援公司，也向外界表达远航停飞后的心情。其实飞机不飞。很多工作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维护计划持续在进行。对董事长张光伟讲，有10亿资金会到位，员工讲无了解头家资金如何运作，什么时阵到位，啊，不过到目前为止，员工薪水甲劳健保几乎拢正常，只是特别过年啊，烦恼无头路，希望民航局能够给远航一摆机会。这个风暴，我们远东航空公司可以赶快
挺过去。希望大局的长官还有我们的长官们再给我们一个机会。阮项目有境停飞营运状况引起质疑。目前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规定，欠劳工经验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禁止需要单位负责人出境。若是发生无有境停业，各处处置恐惊都袂负，呼吁应该检讨大改法。应该要去修法，限制说，如果你有违反的话，必须负责人必须可以刑责，刑法化。大改法是不是应该修正？劳动部表示会个研究讨论。对阮项营运情形，劳动部伫针对董事长张光伟名下14间公司进行有经性劳检，目前无发现欠工资或者是大量解雇等无正常情形。阮项万一无法度恢复营运，会有1014位员工受影响，外界关心劳动部是不是掌握到阮项要计划资遣费是偌济？劳动部会立即要求公司要依照大解法的规定跟来通报解雇的计划书，那也要开始跟员工来进行这个协商。柯明春无伫记者会公布数据，毋过伫会后表示，确实劳动部启动工资点上，有估金额是1到2亿左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商务部查到越南有一寡钢铁，本地伊的产地是韩国甲台湾，说是为着闪反倾销税加平衡税，所颠倒去用扣反规避税，其中中国的反规避税上悬会当扣456.2%。经济部长辛英丁强调讲，就算台湾的钢铁厂去到越南换产地闪税金，上悬也只有3%外，影响无介大。越南销往美国的钢材价小价，甲市场差伤济。美国当地钢铁大厂之期，为着要闪反倾销甲反补贴的关税，有真侪国家钢材去越南生产地。伫去年5月，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调查，上尾结果出来，认为越南销去美国的钢材有中国、南韩、台湾的钢材，伫越南简单加工了后，才卖去美国，会妨扣高额反规避税，相当456.2%。不过经济部长辛英丁表会。台湾的关税无悬，影响无大。如果是从台湾去3.66%，钢铁业者了解一下，大概影响呢，应该是还好。经济部贸易局发行公告澄清，强调美国商务部反规避税，照原产地国家扣无同款的税率，中国的税率上悬456.2%，第二是韩国48.99%。台湾反规避税3.66%，倾销的很严重，它要课到4倍的关税，才有办法把中国钢进到美国市场的这个价格呢，变成是一个合理的价格。被商务部认定这批是来自台湾的习产地的钢，那关税税率也是3.66而已。学者分析，中国的税率悬是4倍以上，主要是美国认定中国唔拿大量倾销，背后各有国家补贴。面对悬额的关税，企业界认为产品外销本来就有原产地的规定，各国的税率无同，只是台湾甲各国贸易协定少，关税较悬才会有生产地的情况。不过大部分的大企业都已经透过全球布局分散关税成本。如果400多%，当然是等于它已经扼杀了你这个产业，根本不可能再进到当地国家去。有这个制度，有这个规范，当然所有的国家跟产业都要去遵守。这目前是没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对于产业布局都有重新在规划，所以应该会适应。经济部表示，这道美国商务部所认定涉案的钢材，必须要说明原料来源。若无法度提出证明，恐惊会认为是中国生产的，相关的税率会妨扣456.2%。但是只要证明是台湾生产的钢品，就会适用台湾目前输美的税率3.66%。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花莲县丰滨乡，所有民众甲周子当作是水鸡食落去腹肚，煞这6个人拢中毒，其中有一个到病院以前就无开啊，其中5个经过治疗，目前是好起来。卫生局的人员经过调查，确定是食着周子所来中毒。那因为盘古蟾蜍它本身是神经毒素，它误食了以后，它会对我们心脏会产生麻痹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个案，其中有1位当天呢，在前后4个小时就已经往生了。这种盘古鳝鱼，伊的特色就是体型真大，而且伊的壳接片有2缕，而且伊的生存地是在花莲县。伊身躯内面的神经毒素会引起想要吐，而且心律不整的症头。有的民众认为讲，甲周子皮剥掉就会当食，不过也是有同款有毒。卫生局也呼吁讲，民众唔通乱食，以免中毒就唔好啊。
台湾的麻仔在几年是减真济，不过最近在屏东沿海麻仔却是加真济出来，吸引着200多只的船仔去当麻仔，甚至有的渔民过一暗就会当赚上百万。不过也有学者讲，在今年海洋的水流，甲麻仔冲到高屏沿海，总数量有可能也是未超过去年。 暗时的渔港边海面上，四界拢有渔民拍灯，往水面找物件。因要找就是网仔内底这种白色的麻仔，因为麻仔当年减少，这几冬常常出现一尾100块以上的行情。屏东沿海这几工煞熊熊出大量。到近10多年，毋捌遐好过啊！安尼过鱼才有遐好个。啊无正常是拢北部型木麻。伊是用固定式的，挂网仔伫遐，伊暗地啊差不多。 去暗夜都要食万尾。渔民讲，今年的量已经几十担无看过，有人一暝好万几尾，赚超过100万。因为麻仔是对海流来，只有日本、韩国、台湾甲中国掠会到。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台湾12月9号产量已经达到33到36公斤，10号更增加1倍到70公斤，有60公斤集中伫咧屏东。到16号，屏东的量有降低，但全台湾总共已经掠900公斤左右，是4个国家产量同最。今年的话，几乎90%以上都集中在屏东这里，会有一个在巴士海峡会有一个支流会灌进来，这个叫黑潮支流，似乎很多鸟就跑进这个黑潮支流里面来。 所以就挤在屏东那个地方。但学者提醒，以总量来看，今年数量应该未比去年多，而且麻仔的量逐年减少。台湾目前虽然敢若开放11月到今年的2月才会使掠，煞只麻仔季节的狗城，为了避免以后真正掠无，建议爱搁检讨开放时间。记者王家川、民调款综合报道。 台电公司8月底伫嘉义滨乡大乌农场的甘蔗园喷杀草剂的时阵，却无注意风头伫底，互杀草剂飞过甘蔗园去到南边的往来田。这附近的农民质疑讲，这往来未生水，而且火拢未开，拢是农药害的。农民也认为讲台糖无诚意要解决问题。不过台糖表示有找第三方的公证单位来检验，若真是爱负责任，就会做甲到。西瓜凤梨。 这正常的，这正常的就是安尼叶会开，嘿，这不正常的，就是安尼。原本爱挺开的叶啊，因为除草剂2.4D 的影响，唔是救去，就是烂去。面向农民甲疑是造成损失的台糖，经过几若摆协调会，落尾收到台糖比较农委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赔偿的公文，答应1公顷赔7万5，最后作事人真歹接收。 30人都没有蹲青木林过啊！这个可能他们2点4第一人为因素才要蹲青木林啊。他用人为造成的损失，用天然灾害来补偿，这个好像行不通嘛，说不通嘛。 今年8月，大塘使用无人机对这片甘蔗园转药啊，因为风头药啊飞去四边往来田，农民认为代志较大，大塘直直拖时间无进行实务检验。不过大塘表示有一定的定数爱行，绝对袂下套责任。它吸收2.4D 以后，它的芯就会烂掉，浓度太高。有一部分的药有飘过到凤梨园，这个是事实。 已经发函发文去接洽这个农委会药物毒物试验所，将在12月19号上午，会同来采样诊断。大塘表示，根据农委会107年计算往来的统计，1公顷差不多有4800公斤的往来汤收，平均计销是1公斤21.32块，比面向种往来的农民要求的100万少真济。未来会继续甲做事人协调，希望会当超出双方拢通接受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使用超过20年，台中文山焚化炉也是全国第2旧的焚化炉。台中市环保局也想要甲其中一座焚化炉换新，新的未来会当处理的粪数量恢复到900吨。不过在地民众也讲，受到焚化炉的迫害，也希望政府甲新的刷去别位去。若讲到台中南屯的空气品质，住伫文山焚化炉附近的单身是讲，着惊家己的健康会受到影响。 对我们居民身体健康的部分，我们的小孩子文山国小毕业的，每一年都是检测重金属含量台中最高的。台中南屯区的文山焚化炉是全国第2老的焚化炉，
除了因为收漏引起空气污染造成民众怨叹以外，本来逐工会当处理900吨的粪扫，实际敢若会当消化600吨。环保局提出规划，拍算要甲旧的换掉，但是地方无法度接受，认为应该去别个所在登记。本来阮是伫边缘地带嘛，现在蛋黄区里面啦嘛，袂使都这个分好了，效率袂使都设到这啊。这台车都袂用哩啊，咱就归起来换一台新的就好啊。即摆毋是，伊即摆做法就是讲，这台车无要紧啦，无咱阁修理你的嘛了真好用。当地民众不满，地方长期拢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加上包括甲垃圾水处理厂拢伫南屯区，严重影响文山、宝山、甲春夏3个里，超过3万外的居民，甘愿无爱花贵金，嘛要焚化炉刷走。但是根据台中市环保局的规划，目前换掉旧的焚化炉，正在进行可行性的评估，预计伫原本的所在改建，伫民国113年完成。若要伫别位登记有困难。第一个你要取得用地，那可能要等地方沟通同意，然后完之后还要走环评。对，那环评的过程，像焚化炉都是2阶段环评哦，2个阶段的环评，那程序都2-3年跑不掉。环保局讲，除了经过复杂的行政流程，环评阁要采用更较严格的解环评，除了继续加强甲民众沟通，嘛采取更较悬的标准，降低空气污染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波音公司的737 MAX 飞行机因为小连续发生2桩真严重的事故，造成300多人不幸身亡。在今年年初，全世界拢禁止这型的飞行机搁再载人机。波音公司伫昨也宣布讲，若准伫年底无摕到会当搁飞的许可，因就会暂停生产737 MAX。这个风声一出去，波音公司的股票也随落4%落来。总部伫美国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昨日伫声明中强调，和波音737 MAX 飞行机安全搁飞是因头一个要考虑的。若停产波音737 MAX 飞行机，是伊次公司生产体系甲供应链长期健全尚无干了的决定。嘛无打算针对这个机型相关的生产线员工进行裁员。毋过专家指出，停产大型商用飞行机是真罕的快。波音这届决定会对600间零件供应商、甲各大航空公司、甲美国经济表现造成重大影响。 I think will affect our trade deficit. I think it potentially could exacerbate that in the short term. 波音737 MAX 飞行机，2018年10月份的印尼西航，甲今年3月份伊索比亚航空的2件重大空难，造成346人罹难。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为今年3月份开始下令这机型全球禁飞。虽然波音公司这段期间一直修改这个机型，向认为是造成空难主要原因的自动驾驶系统。不过 FAA 也是无法度同意波音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搁再飞的要求。专家强调，波音目前会当做的，就是赶紧消除各界对737 MAX 飞行机的无确定的感觉。And I think Boeing needs to give particular airlines assurances that it can make reasonable plans based on this airplane, and they're out of this period of complete uncertainty, because you just can't run something as complicated as an airline without the most basic thing of how many aircraft and when are they going to be available. 为今年3月份禁飞到目前为止，737 MAX 已经造成波音公司90亿美金，差不多是2750亿新台币损失。不过过去9个月，波音也是维持每个月42架的生产量，目前应该还有400架库存。不过因为 FAA 无爱放行，全部无法度交货。虽然波音正经答应伫西元2021年完成交机，不过停产消息一出来，波音16个股价不大落超过4个百分点。记者综合报道。经过国会选举的英国下议院17也选出新的议长。伫咧下议院650席，摕到365席的保守党首相蒋森也按算伫20提出新版本的脱欧法案，要予这个脱欧的对话期袂搁再切落去。这也是予英国在明年年底改面对无协议就脱欧的风险。英国首相强生昨日伫咧西敏市欢迎保守党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甲因保证会赶紧实现，甲脱欧处理好的竞选保证，而且阁要增加全面健保 NHS 的经费。Work with you to change our whole country to be better. And that is what we're going to do.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all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Unite, level up. Is anybody listening to this?
选后下议院的席次大洗牌，保守党伫咧总席次650席摕到365席，其中109个人拢是这世人第一届当选国会议员。另外，真值得讲的是，这届有220个女议员当选，占总数的34%，超过2017年所创下的208席。啊，毋过男性议员也是较侪，占66%。选后第一个上班的日子，强生伫咧东连街10号召开内阁会议，宣布新入威尔斯大臣、文化大臣的小改组名单，而且伊个计划要伫27天向国会提交新版的脱欧法案。照脱欧协议，英国明年1月底脱欧进程进入过渡期，结束的日子定伫咧2020年12月31。照即卖规定，伫咧英国甲欧盟双方的同意之下，过渡期上济阁会当签2冬。啊，毋过即礼拜会伫咧国会表决的脱欧修改版，封杀所有会当签时间的可能性，引起无协定可能无法度照时间完成的批评的声音。另外一方面，2017年1月份开始，因为权力共享协议失败，而且会面对无政府状态的北爱尔兰，选举了后政治版图的变动，互敌对的各方带来达成共识的新动力。英国北爱尔兰的大臣史密斯16伫咧贝尔法斯特甲5大党来会谈，希望北爱尔兰的议会会当伫明年年初重新运作。若无的话，北爱尔兰大臣就必须伫1月13宣布举行选举。记者综合报道。负责审查全世界有形甲无形文化遗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头摆伫咧拉丁美洲召开会议，在会议当中也头一摆用到反对犹太族群伤过明显做理由，甲超过160年历史的阿尔特斯嘉年华对无形文化遗产的名单内甲提掉。比利时小镇阿尔斯特有名的嘉年华活动。大约伫当年的2月中到3月初左右，伊上早的起源是1851年的骑士游行，最近拢是用火车游行做活动上精彩的部分，而且伫2010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无形文化遗产。当年的火车游行参加的单位拢出真侪部数，包括用艋舺造型的翁仔来踢笑政治人物、甲各行各业等等。不过伫真侪遍的火车游行当中，出现犹太人的造型火车。煞互以色列政府甲各国犹太人社区点名批评，认为用引导片的造型翁仔坐伫一大堆钱的无形顶悬，等于是咧踢笑犹太人贪财当生，有歧视的意思。之前伫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审查委员会顶悬，参加的代表通过提案，要甲这项游行对无形文化遗产内底提掉。Es una decisión histórica y marca un punto muy importante para el futuro de la convención. Nunca antes había pasado que una manifestación se retirara o la UNESCO retirara una manifestación, porque se trata de una manifestación que está discriminando, que está irrespetando y que está siendo o aplicando la xenofobia.除了以色列政府甲各国犹太人社区拍扑啊，拢真赞成。一寡欧洲社区，比如讲捌加入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奥地利，嘛认为欧洲无应该有这种反犹太的活动存在。但是阿尔斯特小镇的镇长赫斯虽然接受委员会决议，但是同时嘛指出，若是连嘉年华的火车要踢笑的对象，拢要经过政治敢是正确的审查，是互言论自由受到较侪的限制，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伫阿尔斯特嘉年华红拄名的时阵。审查委员会嘛，甲传统的泰国掠铃、秘鲁的传统舞蹈、甲摩洛哥的节奏乐器表演等等，放入去无形文化遗产的名单。互名单内底的项目差不多有550个。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的股市。美国继续抢权，台股在今仔日又大击电带头，冲破12000点，收伫上关点12097点。台北股市在今日开盘走悬，收盘起157点，收伫咧12097点，成交金额是新台币1552亿。今日8大类股拢起，特别是大积电带头的机电类起上明显，上伫上关点345块。有分析师表示，台股冲破12000点，若搁再来起，就有可能面对压力，毋过面对外资也是真歹预测。
有人是真欢喜，有人伫咧靠上悲。中北部一件的冲击，害到嘉义县有2间公司，因为各国订单减少，业务量缩减。有一间甲22个员工死头路，有一间是甲71名的员工放无薪假，放到明年才过。县政府表示，业者拢有通报，不过当地工会也承认讲，这个一休甲中北部一件，互业者经营有影是真辛苦。公司虽然运作正常，不过咧工作的员工煞变少，全公司包括外籍移工在内，请160几人，不过即马用要一半的员工放无薪假，或者是伫厂房上课进修，整理厂房设备。订单减少关系。对啊，不然为什么要休无薪假？差偌济量，大概。差很多啊！我们那时候跟政府请的好像是70几个。这间稻子公司伫太保市甲太工业区内，员工承认订单减少，才放无薪假。另外，嘉义县六卡乡也有另外一间工学公司，也向地方政府申请资遣22名员工。县府表示，这2间公司拢依规定申请，无劳资纠纷，主要原因拢是中美贸建这问题，致使国外订单减少。他们申报是30人，最后是导致结案之后是才22人。汽车零件的那个铸造公司，好，那他们的话是也是因为那个业务紧缩，那他们员工大概164人，那有77个人劳资合议，就是说减少工时，就是我们那个俗称的无薪假。中美贸易战这一个状况多多少少我们的产业界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订单也减少。嘉义县工业会表示，中美贸易战甲一个滞销影响不少业者经营困难，就算想要转型，也面临资金无够问题。政府除了关注国际局势，也应该提早研究配套措施，应应业者可能所面对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经过5摆流标开606亿台北市双子星开发案，17台北市长郭文德甲台北双子星双星董事长柯坤泰做伙签订投资契约，案算伫咧115年完成。郭文德表示，这项开发案会带动台北车头附近的商圈，也因为选举伫要到啊，也防质疑讲敢是为着选举。以这座山作为台北建城的重要根据，串联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也有北门广场，重新展现具台北车头的记忆。规划6年的台北车站西区门户计划，17日台北市长郭文哲也有台北双星董事长柯坤泰签合约了后，宣布招商成功。估计台北车站的特定区也有整体后站的商圈，这经济会愈来愈盛。我们集团在科技制造、建筑开发。以及商业不动产经营，以及智慧力建筑系统的所有优势资源携手国内外一流顶尖的好手立志要打造一个设计最好、共享多赢的台北双子星。台北双子星开发案经过5届流标，2013年2月份，泰极双星公司是头一个得标的公司，不过因为无伫咧时间内拿保证金，开发的资格去互取消，过来由中华工程补起哩。2018年由南海马顿团队标着，不过却因为中资的争议，2019年去互经济部投资审计会以国安有疑虑为理由拍倒转去，最后由蓝天红会团队标着。这个案的投资金额有606亿，估计伫咧民国115年的完工，提供16000个工作机会，逐年差不多会使创下10亿以上的经济产值。台北车站特定区平均每天出入人数是50万，那如果在过年的时候会到60万。所以这地方本身就是一个，我说人流代表金流，这地方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有商机的地方。台北双星董事长柯坤泰强调，这个案是伊个人事业上介重要的代表作，一定会过来拼伫咧5年完工。若国民党选伫咧选战特别到的这个时间点签署，去互外界质疑是为着选举，伊表示家己的态度只是照流程伫咧行。记者阿敏金张随台北报道。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去年伫咧选市长的时阵，煞输一寡互郭文德，伊也提起选举无效的诉讼。台湾高等法院第17二审宣判，判决丁守中败诉。丁守中也批评讲，台湾的司法是真保守，拢伫咧为同权者。中选会也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也讲会检讨改进，也会甲2020年的总统大选办好势。
对台湾高等法院行出来，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面对2审败诉的判决，看起来真失望。批评台湾的民主也搁伫咧滚价，司法应该是民主法治，所维护当权者，烦恼台湾的未来。大家一边看着开票结果，一边在投票，这样子的严重违宪、违法、违反公平原则，成为国际媒体笑柄。去年9合1大选，丁守中用3000多票的票数输予台北市长郭文哲。丁守中不满选举迄天拿投票拿开票，即其违法，提起选举无效的诉讼，控告中央选举委员会、台北市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17宣判，下议庭认定台北市长的选举有效，指出民众伫咧规定的时间内到投票所就有投票权，嘛无法度证明讲民众排队耍手机啊，拢是伫看开票，转来去影响到选情。所以丁守中2审也是败诉，专案定案。没有办法证明排队的选举人都在使用手机，或者使用手机的时候都是在观看开票的一个进度，进而影响左右他的投票决定，而有影响到选举的结果。针对破解的结果，台北市选委会表示，证明选务不是做甲真焦全，有淡薄仔问题，毋过无任何违法或者是挑故意疏失，多谢法院向因公道。我相信没有一个选务人员是有任何的私心的，尤其是在这么公开公正的、公开的开票、唱票的场所，所以大概不太会有像上次监察委员所指，我们选务人员有任何个人或整体做票的问题。你看到这结果有觉得松一口气吗？反正也是在工作啊。伫咧市长选举连任的郭文哲知影破决的结果，可能用简单1-2句话来回应。中选会是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嘛会检讨改进，甲明年2020的大选宣布工课做好。争议真久的台北市长选举，伫咧丁守中败诉了后正式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家上界惊的流行感冒，可能会在这礼拜进行流行期。疾管署公布顶礼拜类流感门急诊去予医生看的人，就已经冲破9万人次，而且就一下增加45例重症头的病例，其中上细汉的囡仔敢若4岁。疾管署也要提醒民众，最近流感的病毒是 A 型 H1N1 为主，占85%。流行上界严重的时阵，可能在旧历过年期间，若准有注疫苗，就会较有保障。流感疫情继续伫拖，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数达到92000人次，较前一礼拜比起来增加2成1，而且新增加45例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其中2岁上细汉的个案是住伫北部的4岁查某囡仔，确诊感染 A 型流感并发脑炎，后加在住病医8天了后，已经健康出院。诊断是流感 A 型的流感并发脑炎，那在经过这个治疗之后呢，顺利的在12月中旬的时候出院。那这个也是上周新增的45例流感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病例。疾管署表示，到今年10月份流感季节到诊，累计已经有303例重症，17例死亡病例。死亡的个案主要是热天流感的延续，无12月份发病个案。特别注意的是，这4礼拜社区流行病毒的型别是以 A 型 H1N1 为主，占85%以上。估计上近这礼拜会进入流感的流行期，而且高峰期的流行会伫咧旧历过年这段时间。今年春节来得早，所以呢，今年可能春节会跟流感高峰期撞在一起啊，这可能性相当大。今年的疫情可能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疾管署强调讲，最近流感流行病毒株，甲今年暑假流感疫苗是同款的。目前全国注射公费流感疫苗的数量达到208万剂，注射的比例比去年同期成长2成。另外，这礼拜3到拜5，卖提早配送59万5千剂的公费流感疫苗，去各县市的卫生局予因调度，民众免烦恼公布疫苗他注。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国际药厂赛诺菲去年发生流感疫苗有杂质伫内面，在今年又发生心脏病药啊心毒素出问题。食药署最近接到通报，讲部分的心毒素的药丸啊有污点，也要求药厂爱伫后个月初9以前，甲共批药啊全部回收，而且也爱交调查报告。就是这个国际有名药厂赛诺菲制造生产的心脏病药啊，新大师10号去定罪，被食药署查到有部分药剂外观出现污点，好亲像有物件掺入去，要求药厂为即马开始马上回收配合有3支问题药品，各交调查报告。可能是他们在操作的当中不小心在被机器割破一个手指的一个小伤口，然后这个血液渗到这个药锭里面。
小苏表示，这个药品主要是用伫高血压、心脏中风了后的心衰竭等，必须定期食药啊控制疾病。全台市占率差不多是45%，共配合药品差不多47000外盒，有130万粒已经卖出去。医师表示，这款药品伫台湾上市真久，因为副作用会喙焦，临床上有替代药物。民众若受疑虑，应回诊甲医师讨论，千万唔通家己停药啊。已经开始有新型的药物去取代它，所以它其实在临床上现在使用量是越来越少，民众也不用过度担心。那有些使用这个药物也不要贸然的停药，因为有可能会造成血压会反弹性变高。小苏强调，已经请医疗院所、药商甲药局马上停止调节这个药品，进行回收的作业，到明年1月初9为止。到底有偌济粒问题药品已经被民众食落腹肚，要等药厂送调查报告了后才会知影。赛诺菲是发声明强调，苹果因为误食大数血液而患着疾病的风险真低。若是病患对药品有疑虑，应退回病院或者是药局回收。记者综合报道。去互日本乐天集团背起的拉米狗托管队，在今仔日伫台北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新队名合作乐天托管队，也宣布詹和久正做头一任的总教练，领队永远是本地刘介定。中职史上头一支外资入主的球队软骨天猛起。乐天桃园正式报道，原队名特色被保留落来，一来延续球迷基地，二来强化属地感。从之前起，乐天可以为台湾的棒球界贡献更多。理想乐天创办人山木古浩是以中英文发表伫台湾发展职棒的决心。中职会长吴志勇认为，将为中职带来新刺激，对乐天继续留伫汤圆，市长郑文灿讲一定赚大钱。桃园主力林鸿玉、陈俊秀、朱玉贤等球员，穿着甲日职乐天金球队乐天红色系同款的新球衫，展现新气象。新球季因将由2004年就进入南两行，南美国时期的打击教练詹豪古来带领。都是熟悉的一个球员，那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一个成熟度，那所以说其实这方面是比较不用去担心的。那目前就是要把二军的一个养成的一个系统先做好，那再来就是板凳的一个厚实度。詹豪古讲，昨才决定接总教练，同时领队刘介廷也讲，昨才决定要继续做领队，也佮强调乐天入主会当做到已经想要做的真侪代志。所以我们也会引进在东北乐天金鹫队他们所在使用的这个球员评估系统。透过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旅程。乐天进军台湾职棒，大手笔展现新气象。也毋过就正式公布的队名，管理阶层以下的人数拢无上大的变动。来台第一年就以原来人马继续战新球季，拼4连霸。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东的延平乡乱山部落，有居民讲，在树仔骹发现一粒石头，怀疑这粒石头已经有9000年，甚至是有1亿年前所留落来的木化石。乡公所17也请化石专家来鉴定，初步认定这是木化石，而且有可能是全台湾上大粒的。这粒大石头就伫咧乱山部落居民起的树仔厝下骹，看起来若像有茶包伫内底。延平乡公所甲台东大学教授17特别请木化石专家李庆尧来鉴定，来看卖这到底是什么石头。这不是石头，最后一罐还是要教授来鉴定。那个像木头。专家斟酌来看这粒石头，用工具卡一块落来，伫现场用盐酸来检测，甲边仔砂岩做比较。若是内底有茶的石头会爆破，初步判断是木化石。专家讲，木化石要形成是茶头甲石头两种物质长时间的交替，而且佫袂去互风吹甲呼气，保存做茶头的状态，条件是真严。目前发现上侪是伫咧桃园地区，毋过即个台东发现这粒这大粒，可能是全台湾上大的。目前外观看它是有比较接近年轮的这种特征，而且它的横切面看起来也是比较像木化石。如果专家能够证实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木化石的话，我想我们延平乡会把这个地方这块石头
列入一个保护。李庆尧讲，天然木化石要形成时间要千万年，甚至是要1亿年。不过，即个发现的这粒，该进行测评研究了，才会当证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民若要出巡，若是较有规模的标杆，一定有价钱的叫真吹。在云林北港的艺术苏仁基，也和云林县政府订立做传统表演艺术，希望将庙会叫真吹继续流传落来。伫咧云林北港，因为不管时拢有伫咧迎闹热，叫真吹的乐师大家拢会互相比较甲拼场，虽然也演变出家己特殊的演奏方式。其中有一位对南北管拢真熟手的艺师苏仁基，云林县政府的本主审计也甲伊订立做传统表演艺术叫真吹。叫前吹哈，它的吹谱哈，鼓吹的吹谱哈，一般都是从北管里面的乐曲，它的过场谱里面哈，从中间截取一段出来作为引绳的使用。那他们因为彼此竞争的关系，就发展一些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吹奏方式。内行看布底，外行对人买。分鼓吹技术也要练3-5档，除了声音爱响亮，分的时阵也着爱会晓吞气。不过科技的发展，却也甲传统艺术互相竞争。本地需要各类的人才有法度组成的叫真吹，适合录音带来代替。那叫前吹是北港很重要的一种文化资产，那就是古早伫咧叫每一点叫的头前拢有一个叫前吹，但是后来都被录音带给取代了。云林县政府希望透过文书审计的认定，对叫真吹这项传统文化重视甲关怀，也期待迎闹热的时阵，优美的鼓吹声音会当继续演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县内路头路尾有80组的石敢当，甲咱宜兰市就23组。宜兰县政府也特别举办旧城石敢当文化活动，希望会当互乡亲时代了解石敢当，替庄仔头党在下化解强衰文化艺术甲精神。石碑顶面有狮仔头顶顶的浮雕，通常伫咧徛街附近或者是大路口，拢会使看到石敢当。伫咧民间信仰内底有祭祀的功能。根据学者的调查发现，宜兰县内石敢当就有80组，那宜兰市就占23组，是县内数量上介多的所在。这一座石敢当呢，可以说是城内里面最大的，那最有特色的，它的雕刻啊，还有石敢当的字体。都是非常符合石敢当信仰文化的元素在里面。文书工作者表示，宜兰甲咱厅庭内底，即阵发现的石敢当就有10组，这唔那代表石敢当保平安真侪年留落来的文化。宜兰市公所搁较举办旧城石敢当的文化巡礼活动，希望互搁较侪人认捌别人文化的物啊。我们希望说这些石敢当早期陪伴我们一个信仰的过程，我们要继续来留存，作为我们共同来记忆，或者是这个作为这个教育资产的一个部分。石敢当也常常去互看，这是安邦定国的基础。文书工作者和县政府希望会使带民众实际来参访石敢当，互后代了解石安、临安的信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市台基文创意园区，顶日来举办台基艺文闹猜猜，欢迎大家做伙来活动。教育部长潘文忠部长也去到现场，也设计真侪学习台基文的游戏，互大人囡仔哪算哪学台基，大家也拢讲真趣味。葡萄，对葡萄，嘿，过来准备，1、2、3，摸杂条，西瓜，西瓜一只好不好？现台语的字卡，囡仔兄囡仔姐哪算哪讲台语。另外一边，囡仔目睭剃甲大啊大蕊，算囡仔算。有好算无？好算嘛，对阮真好算，真好算。师傅佮用台语讲出替囡仔做佚佗物的心情。咱借做佚佗物来学台语，囡仔心情真欢喜，较轻松，学台语较趣味。趣味啊！囡仔拄好有机会讲台语的，即摆有讲台语的真好啊！囡仔咧学较紧啊。关怀文教基金会14伫彰化市台语文创意园区举行台语艺文闹猜猜，欢迎大家做伙来的活动。号召各地头关心台语发展的团体甲民众做伙来食好食物、耍游戏，大家有食搁有掠，规个园区有影闹猜猜。咱这是全台湾唯一的
台语文创意园区，而且希望让大家有一个真好的环境，大家拢用台语来办各种的活动，安尼我想咱的台语就袂放弃。台语文创意园区到达已经启用当半的时间，这座园区已经收集真侪台语文的册、影音资料，也搁成立戏剧馆、亲子馆等等。大家就拢望要记这项文化资产会当继续保存，开枝散叶。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清查安怎安排？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5度到24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美国看人的冰雕厝，也感谢您今仔日收看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看时间，咱再会。